是一群屬神的子民，是蒙神揀選的，是蒙神揀選的。我們是一群屬神的子民，是聖潔的，是君尊的祭司。我們要尋求及回應上主的召命，要尋求及回應上主的召命，要彼此牧養，要發揮恩賜，要傳揚福音。我們是一群屬神的子民，是蒙神揀選的，是蒙神揀選的。我們是一群屬神的子民，是聖潔的，是君尊的祭司。我們要尋求及回應上主的召命，要尋求及回應上主的召命，要彼此牧養，要發揮恩賜，要傳揚福音。我們要尋求及回應上主的召命，要尋求及回應上主的召命，要彼此牧養，要發揮恩賜，要傳揚福音，要彼此牧養，要發揮恩賜，要傳揚福音。